你覺得自己同佢未準備好喺觀眾面前發言嘅大學生辯論，會唔會覺得好自豪啊？等陣先，等陣先，等陣先。你而家30歲啦，我哋都同意你30歲，啱唔啱？你唔覺得咁樣有啲傻咩？你有冇投票權啊？我有投票權。我登記咗選民，我投票，你有投票。咁我而家就係同呢個國家嘅選民傾偈，呢啲人會決定西方文明嘅未來。我今日嚟到呢度咧，就係做緊呢樣嘢，係咩啊？等等一等，咁同教授同你講嘅有咩分別啊？同教授同你講嘅有咩唔同啊？你係邊個啊？咁都夠重要啦，令你都要行上嚟咪高峰度講嘅。其實我第一次見到呢個廣告，即係我以為係即興喜劇嚟嘅，冇落去咁搞笑，我都唔覺得係真。唔係啊，你可以睇到，你睇下 Trump 咁你嘅校園嘅幾受歡迎，你見到佢，你有咩感覺？呢啲唔係搞笑啦，呢個對 Kamala Harris 嚟講係5級火警，因為佢好大機會會輸咗賓夕法尼亞州。你睇下，但係唔係，我只係想講清楚啫。同選民傾偈有咩問題啊？同選民傾偈嘅問題。咁我哋今日就係做緊呢樣嘢，呢度係開放乜高峰。我覺得你推動嘅一個危險嘅議程，例如你對墮胎權嘅立場係啲乜嘢？開始咗。好噶，咁我問一個問題嘅，你叫咩名字？吉恩。吉恩，你係點樣理解當前共和黨對聯邦政府干預墮胎嘅整體立場嘅？我知道佢哋想將佢帶翻美國，對話。所以聽起嚟，你確實知道共和黨目前對墮胎嘅立場係佢哋反對聯邦墮胎禁令。我明白呢一點啊。我哋喺度談論嘅總統選舉係一次重要嘅選舉。係噶，我明白。偉大嘅，所以再講一遍，我認為呢種開放嘅對話好正。我認為你喺度挑戰查理真係太好啦。我認為佢願意走遍全國各地嘅校園同下一代人交流，呢個真係太好啦。我哋需要更多嘅對話，但係內容上嘅分歧喺邊度？因為你可以批評人哋嘅風格，或者點解要同啲人傾偈，甚至針對個人去踩人，但係你實際上喺邊度同內容有分歧？但係你點樣剪接內容啦，特登咁樣包裝，令到同你傾偈嘅人睇落好似好差嘅。你剪接你嘅內容嘅方式，我哋係會出嚟剪接過嘅內容。但係我想問你一樣嘢，人身攻擊可以四圍飛。你同保守派運動、特朗普、Charlie Kirk， 甚至同我自己，有邊一個地方係真係有分歧？我舊年係總統候選人，我覺得我哋應該更加公開嘅討論呢啲嘢。我哋討論得越多，我哋國家就會越強。後面仲有好多人排緊隊，但我真係想聽下你嘅意見。你哋之間存在真正分歧嘅一個實質性嘅領域，我好樂意解決呢個問題。我相信查理亦都會噶啦。只係喺任何事物、任何政治。如果你對任何嘅政治話題有唔同嘅意見，請讓我哋公開討論。好噶，我真係唔同意，確實係咁。目前國會正喺度積極推動嘅一啲法律，佢哋明確針對 LGBTQ 群體同埋跨性別群體。好噶，我哋嚟討論下呢個，我要向你表達我嘅睇法，然後我想聽下你嘅意見。好噶，我嘅觀點係呢：如果你係一個完全成年人，18歲或者以上呢，你可以自由咁按照你想要嘅方式生活，着你想要嘅衫，同你想要嘅人結婚。如果你願意，只要你年滿18歲，我同意。但係呢，你唔能夠隨意喺學校裏邊呢，對尚未達到法定年齡嘅孩子進行灌輸思想。你都唔可以隨便就好似一個17歲或者15歲嘅人唔可以自己去紋身一樣。我覺得你都唔應該可以去學校做啲咩，直到18歲之前都唔得。所以我畫嘅界線就係，男人可以聲稱自己係女人，去游泳池游水都冇問題，但你唔可以去參加女子運動比賽嘅獎盃啦。你唔可以入去女更衣室，你唔可以隨便改變語言，你都唔可以喺學校度呢真係去灌輸咗5歲以下嘅小朋友。我哋係咪同意成年人應該可以自由生活，但同時要用唔同方式對待小朋友？如果係嘅話，我哋就係同一陣線。跟住，其實你所講述嘅絕大部分觀點我都非常之同意，但係我覺得你可能並未完全明白，而家呢啲法例一旦通過之後，究竟會對社會產生乜嘢樣嘅深遠影響？睇下，我哋已經早啲一步開始傾偈，你後面仲有好長人龍等緊。但我唯一嘅要求係唔好你嘅人身攻擊或者風格上嘅攻擊，專注嘅實質內容度。我哋越多討論呢啲實質問題啦，國家就會越強。多謝你睇到。但我覺得你其實佢
專注嘅實質內容度咧，呢個就係問題所在。等一等，你睇下，其實佢係有心想引你講嘅實質內容出嚟。你話你擔心國會應該通過啲咩法例？我想問下，你講緊邊啲法例？可唔可以講得具體嘅？唔好意思啊，我好緊張。但係你就係咁做乜嘢？你就係咁做乜嘢？你會喺冇人出嚟，放喺佢聚光燈下，然之後你等一等，我哋叫你上嚟嘅，係你自願行到隊頭嚟嘅，你唔一定要咁做嘅。你專登喺校園度激啲人，仲要散播你咁奇怪嘅主張，叫人上嚟。點樣啊？咩主張啊？但係我有啲唔明喎。嘅 Charlie 呢，我想咁講，我哋講到呢度就完，然後去下一條問題。我18歲嗰陣呢，其實我都唔會怪你噶嘛，我都係好理所當然咁接受咗好多媒體硬塞俾我哋嘅，因為18歲嗰陣呢，你就只係識呢啲嘢。你話而家有冇模糊嘅法例喺國會度推緊，對跨性別社群唔友善？你知唔知點樣？其實你知唔知有關？我覺得其實根本就冇呢啲法例存在。問題係我哋大家所有人都睇唔同嘅媒體來源度嘅資訊，雙方都係其實都係咁樣嘅情況啊！大家都冇咗偏頗嘅媒體來源度接收資訊，你講出嚟嘅所謂事實其實唔一定啱。所以我哋而家先會坐埋一齊喺電視熒幕隔住大家。因此呢，我哋歡迎嗰啲喺政策上存在實質性分歧嘅人。我認為呢個就係我哋奪回國家嘅方法。至於你提到嘅跨性別問題，年滿18歲，你就可以自由咁過自己想要嘅生活。你唔可能強迫人哋嘅，尤其是制度接受呢一點。如果我哋對此達成一致呢，我哋就會取得啲進展。唔該晒，係嘅，有分歧。